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。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。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。無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萬劫難遭遇。我今見聞得受持，願解如來真實義。金剛般若波羅蜜經。如是我聞，一時佛在舍衛國，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眾1250人俱。爾時世尊食時，着衣持缽，入舍衛大城乞食。於其城中次第乞已，還至本處，飯自訖，收衣缽，洗足已，敷座而坐。時長老須菩提在大眾中即從座起，偏袒右肩，右膝着地，合掌恭敬，依白佛言：希有世尊，如來善護念諸菩薩，善付囑諸菩薩。世尊，善男子善女人，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應云何住？云何降伏其心？佛言：善哉善哉，須菩提，如汝所說如來善護念諸菩薩，善付囑諸菩薩。汝今諦聽，當為汝說。善男子善女人，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應如是住，如是降伏其心。唯言世尊，願樂欲聞。佛告須菩提：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降伏其心。所有一切眾生之類，若卵生，若胎生，若濕生，若化生，若有色，若無色，若有想，若無想，若非有想，非無想，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。如是滅度無量無數無邊眾生，實無眾生得滅度者。何以故？須菩提，若菩薩有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，即非菩薩。復次，須菩提，菩薩於法應無所住，行於布施。所謂不住色布施，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。須菩提，菩薩應如是布施，不住於相。何以故？若菩薩不住相布施，其福德不可思量。須菩提，於意云何？東方虛空可思量否？不也，世尊。須菩提，南西北方四維上下虛空可思量否？不也，世尊。須菩提，菩薩無住相布施，福德亦復如是不可思量。須菩提，菩薩但應如所教住。須菩提，於意云何？可以身相見如來否？不也，世尊。不可以身相得見如來。何以故？如來所說身相，即非身相。佛告須菩提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。若見諸相非相，則見如來。須菩提，白佛言：世尊，頗有眾生得聞如是言說章句，生實信否？佛告須菩提，莫作是說。如來滅後500歲，有持戒修福者，於此章句能生信心，以此為實。當知是人不於一佛、二佛、三四五佛而種善根，而於無量千萬佛所種諸善根，聞是章句乃至一念生淨信者。須菩提，如來悉知悉見，是諸眾生得如是無量福德。何以故？是諸眾生無復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，無法相，亦無非法相。何以故？是諸眾生若心取相，則為着我人眾生壽者；若取法相，即着我人眾生壽者。何以故？若取非法相，即着我人眾生壽者。是故不應取法，不應取非法。以是義故，如來常說：汝等比丘，知我說法如佛喻者，法上應捨，何況非法？須菩提，於意云何？
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耶？如來有所說法耶？須菩提言：如我解佛所說義，無有定法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亦無有定法如來可說啊！何以故？如來所說法皆不可取，不可說非法，非法。所以者何啊？一切言性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。須菩提，於意云何？若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意用布施，是人所得福德寧為多否啊？須菩提言甚多世尊。何以故啊？是福德即非福德性，是故如來說福德多。若復有人於此經中受持乃至四句偈燈為他人說，其福勝彼。何以故啊？須菩提，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，皆從此經出。須菩提，所謂佛法者，即非佛法。須菩提，於意云何？須陀洹能作是念：我得須陀洹果否啊？須菩提言：不也，世尊。何以故啊？須陀洹名為入流，而無所入啊！不入色聲香味觸法，是名須陀洹。須菩提，於意云何？斯陀含能作是念：我得斯陀含果否啊？須菩提言：不也，世尊。何以故啊？斯陀含名憂往來，而實無往來，是名斯陀含。須菩提，於意云何？阿羅含能作是念：我得阿羅含果否啊？須菩提言：不也，世尊。何以故啊？阿羅含名為不來，而實無不來，是故名阿羅含。須菩提，於意云何？阿羅漢能作是念：我得阿羅漢道否啊？須菩提言：不也，世尊。何以故啊？實無有法名阿羅漢。世尊，若阿羅漢作是念：我得阿羅漢道，即為着我人眾生受者。世尊，佛說我得無增三昧，人中最為第一，是第一離欲阿羅漢。世尊，我不作是念，我是離欲阿羅漢啊！世尊，我若作是念，我得阿羅漢道，世尊則不說須菩提是樂阿蘭羅行者。以須菩提實無所行，而名須菩提是樂阿蘭羅行。佛告須菩提：於意云何？如來昔在燃燈佛所於法有所得否啊？不也，世尊。如來在燃燈佛所於法實無所得。須菩提，於意云何？菩薩莊嚴佛土否啊？不也，世尊。何以故啊？莊嚴佛土者，則非莊嚴，是名莊嚴。是故須菩提，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生清淨心，不應住色生心，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。須菩提，譬如有人身如須彌山王，於意云何？是身為大否啊？須菩提言甚大，世尊。何以故啊？佛說非身，是名大身。須菩提，如恒河中所有沙數，如是沙等恒河，於意云何？是諸恒河沙寧為多否啊？須菩提言甚多，世尊。但諸恒河尚都無數啊，何況其沙？須菩提，我今實言告汝：若有善男子善女人，以七寶滿意所恒河沙數3000大千世界，而用布施得福多否啊？須菩提言甚多，世尊。佛告須菩提：若善男子善女人，於此經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燈為他人說，而此福德勝前福德。復次須菩提，隨說是經乃至四句偈燈，當知此處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皆應供養如佛塔廟，何況有人盡能受持讀誦啊？須菩提，當知是人成就最上第一稀有之法。若是經典所在之處啊，則為有佛若尊重弟子。
爾時須菩提白佛言：世尊當何名此經？我等云何奉持啊？佛告須菩提：是經名為金剛般若波羅蜜，以是名字，汝當奉持。所以者何啊？須菩提，佛說般若波羅蜜，即非般若波羅蜜，是名般若波羅蜜。須菩提，於意云何？如來有所說法否啊？須菩提白佛言：世尊，如來無所說啊。須菩提，於意云何？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微塵是為多否啊？須菩提言甚多，世尊。須菩提，諸微塵如來說非微塵，是名微塵。如來說世界非世界，是名世界。須菩提，於意云何？可以32相見如來否啊？不也，世尊，不可以32相得見如來。何以故啊？如來說32相，即是非相，是名32相。須菩提，若有善男子善女人，以恒河沙等身命布施，若復有人於此經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燈為他人說，其福甚多。爾時須菩提聞說是經，心解意趣，涕淚悲泣，而白佛言：希有世尊，佛說如是甚深經典啊！我從昔來所得慧眼，未曾得聞如是之經啊！世尊，若復有人得聞是經，信心清淨，即生實相，當知是人成就第一希有功德。世尊，是實相者，即是非相，是故如來說名實相。世尊，我今得聞如是經典，信解受持不足為難。若當來世後500歲，其有眾生得聞是經，信解受持，是人則為第一希有。何以故啊？此人無我相，無人相，無眾生相，無壽者相。所以者何啊？我相即是非相，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即是非相。何以故啊？離一切諸相，則名諸佛。佛告須菩提：如是如是。若復有人得聞是經，不驚不怖不畏，當知是人甚為希有。何以故啊？須菩提，如來說第一波羅蜜，即非第一波羅蜜，是名第一波羅蜜。須菩提，忍辱波羅蜜，如來說非忍辱波羅蜜，是名忍辱波羅蜜啊！何以故啊？須菩提，如我昔為歌利王國智身體，我依爾時無我相，無人相，無眾生相，無壽者相。何以故啊？我於往昔節節之解時，若有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，應生瞋恨。須菩提，又念過去於500世作忍辱仙人，於異所世，無我相，無人相，無眾生相，無壽者相。是故須菩提，菩薩應離一切相，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不應住色生心，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，應生無所住心。若心有住，則為非住。是故佛說菩薩心不應住色布施。須菩提，菩薩為利益一切眾生故，應如是布施。如來說一切諸相即是非相，又說一切眾生即非眾生啊！須菩提，如來是真語者、實語者、如語者、不誑語者、不異語者。須菩提，如來所得法，此法無實無虛。須菩提，若菩薩心住於法而行布施，如人入暗則無所見。若菩薩心不住法而行布施，如人有目日光明照，見種種色啊！須菩提，當來之世，若有善男子善女人，能於此經受持讀誦，則為如來以佛智慧，悉知是人，悉見是人，皆得成就無量無邊功德。須菩提，若有善男子善女人，初日分以恒河沙等身布施，
中日分復以恒河沙等身布施，後日分亦以恒河沙等身布施，如是無量百千萬億劫以身布施。若復有人聞此經典，信心不逆，其福勝彼。何況書寫受持讀誦，為人解說啊！須菩提，以要言之，是經有不可思議、不可稱量、無邊功德。如來為法大成者說，為法最上乘者說啊！若有人能受持讀誦，廣為人說，如來悉知是人，悉見是人，皆得成就不可量、不可稱、無有邊、不可思議功德。如是人等則為荷擔如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何以故？須菩提，若樂小法者，着我見、人見、眾生見、受者見，則於此經不能聽受讀誦，為人解說啊！須菩提，在在處處，若有此經，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所應供養，當知此處則為是塔，皆應恭敬作禮圍繞，以諸花香儀散其處。復次須菩提，若是男子善女人受持讀誦此經，若為人輕賤，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，以今世人輕賤故，先世罪業則為消滅，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須菩提，我念過去無量阿僧祇劫，於燃燈佛前得值840,000,000億那由他諸佛，悉皆供養盛事，無空過者。若復有人於後末世能受持讀誦此經，所得功德於我所供養諸佛功德8分不及1啊，千萬億分啊，乃至算數譬如所不能及。須菩提，若是男子善女人於後末世有受持讀誦此經，所得功德我若具說者，或有人聞，心則狂亂，狐疑不信啊！須菩提，當知是經義不可思議，果報亦不可思議。爾時須菩提白佛言：世尊，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云何應住？云何降伏其心啊？佛告須菩提：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，當生如是心。我應滅度一切眾生，滅度一切眾生已，而無有一眾生實滅度者。何以故？須菩提，若菩薩有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，則非菩薩。所以者何？須菩提，實無有法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。須菩提，於意云何？如來於燃燈佛所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否啊？不也，世尊，如我解佛所說義。佛於燃燈佛所無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佛言如是如是。須菩提，實無有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須菩提，若有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，燃燈佛則不與我受記，於來世當得作佛號釋迦牟尼。以實無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是故燃燈佛與我受記，作是言：於來世當得作佛號釋迦牟尼。何以故？如來者，即諸法如義。若有人言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須菩提，實無有法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須菩提，如來所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於是中無實無虛。是故如來說一切法皆是佛法。須菩提，所言一切法者，即非一切法，是故名一切法。須菩提，譬如人生長大。須菩提言：世尊，如來說人生長大，則為非大身，是名大身。
須菩提，菩薩亦如是。若作是言，我當滅度無量眾生，則不名菩薩。何以故？須菩提，實無有法名為菩薩啊！是故佛說一切法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。須菩提，若菩薩作是言，我當莊嚴佛土，是不名菩薩。何以故？如來說莊嚴佛土者，即非莊嚴，是名莊嚴。須菩提，若菩薩通達無我法者，如來說名真是菩薩。須菩提，於意云何？如來有肉眼否？如是世尊，如來有肉眼。須菩提，於意云何？如來有天眼否？如是世尊，如來有天眼。須菩提，於意云何？如來有慧眼否？如是世尊，如來有慧眼。須菩提，於意云何？如來有法眼否？如是世尊，如來有法眼。須菩提，於意云何？如來有佛眼否？如是世尊，如來有佛眼。須菩提，於意云何？如恒河中所有沙，佛說是沙否？如是世尊，如來說是沙。須菩提，於意云何？如一恒河中所有沙，有如是沙等恒河，是諸恒河所有沙數佛世界，如是寧為多否？甚多世尊。佛告須菩提，以所國土中所有眾生若干種心，如來悉知。何以故？如來說諸心皆為非心，是名為心。所以者何？須菩提，過去心不可得，現在心不可得，未來心不可得。須菩提，於意云何？若有人滿3000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，是人以是因緣得福多否？如是世尊，此人以是因緣得福甚多。須菩提，若福德有實，如來不說得福德多；以福德無故，如來說得福德多。須菩提，於意云何？佛可以具足色身見否？不也，世尊，如來不應以具足色身見。何以故？如來說具足色身，即非具足色身，是名具足色身。須菩提，於意云何？如來可以具足諸相見否？不也，世尊，如來不應以具足諸相見。何以故？如來說諸相具足，即非具足，是名諸相具足。須菩提，汝勿為如來作是念，我當有所說法，莫作是念。何以故？若人言如來有所說法，則為謗佛，不能解我所說故。須菩提，說法者，無法可說，是名說法。爾時為名須菩提，白佛言：世尊，頗有眾生於未來世聞說是法，生信心否？佛言：須菩提，彼非眾生，非不眾生。何以故？須菩提，眾生眾生者，如來說非眾生，是名眾生。須菩提，白佛言：世尊，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為無所得耶？佛言：如是如是。須菩提，我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乃至無有小法可得，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復次，須菩提，是法平等，無有高下，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以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，修一切善法，則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須菩提，所言善法者，如來說即非善法，是名善法。須菩提，若3000大千世界中所有諸須彌山王，如是等七寶聚，有人持用布施，若人以此般若波羅蜜經乃至四句偈燈受持讀誦，為他人說，於前福德百分不及一，百千萬億分，乃至算數譬如所不能及。
須菩提，於意云何？汝等勿為如來作是念，我當度眾生。須菩提，莫作是念，何以故？實無有眾生如來道者。若有眾生如來道者，如來則有我人眾生受者。須菩提，如來說有我者，則非有我，而凡夫之人以為有我。須菩提，凡夫者，如來說則非凡夫，是名凡夫。須菩提，於意云何？可以32相觀如來否？須菩提言如是如是，以32相觀如來。佛言：須菩提，若以32相觀如來者，轉輪聖王則是如來。須菩提，白佛言：世尊，如我解佛所說，而不應以32相觀如來。爾時世尊如說偈言：若以色見我，以音聲求我，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。須菩提，汝若作是念，如來不以具足相故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須菩提，莫作是念，如來不以具足相故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須菩提，汝若作是念，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，說諸法斷滅，莫作是念。何以故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，於法不說斷滅相。須菩提，若菩薩以滿恒河沙等世界七寶持用布施，若復有人知一切法無我得成於人此菩薩聖前菩薩所得功德。何以故？須菩提，以諸菩薩不受福德故。須菩提，白佛言：世尊，云何菩薩不受福德？須菩提，菩薩所作福德不應貪着，是故說不受福德。須菩提，若有人言如來若來若去若坐若臥，是人不解我所說義，何以故？如來者，無所從來，亦無所去，故名如來。須菩提，若是男子善女人，以3000大千世界雖為微塵，於意云何？是微塵眾名為多否？須菩提，言甚多，世尊。何以故？若是微塵眾實有者，佛則不說是微塵眾所以者何？佛說微塵眾，則非微塵眾，是名微塵眾。世尊，如來所說3000大千世界，則非世界，是名世界。何以故？若世界實有者，則是一合相。如來說一合相，則非一合相，是名一合相。須菩提，一合相者，則是不可說，但凡夫之人貪着其事須菩提，若人言佛說我見人見眾生見受者見，須菩提，於意云何？是人解我所說義否？不也，世尊，是人不解如來所說義何以故？世尊說我見人見眾生見受者見，即非我見人見眾生見受者見，是名我見人見眾生見受者見。須菩提，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，於一切法應如是智，如是見，如是信解，不生法相。須菩提，所言法相者，如來說即非法相，是名法相。須菩提，若有人以滿無量阿僧祇世界七寶持用布施，若有善男子善女人，發菩提心者，持於此經乃至四句偈等，受持讀誦，為人演說，其福勝彼。云何為人演說？不取於上，如如不動。何以故？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，如露亦如電，應作如是觀。佛說是經已，長老須菩提及諸比丘、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，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聞佛所說，皆大歡喜，信受奉行。金剛般若波羅蜜經。斷疑生信，絕相超中，頓忘人法解真空，般若味重重，四句融通，福德嘆無窮。
南無其緣會上佛菩薩，南無其緣會上佛菩薩，南無其緣會上佛菩薩。願以此功德普及於一切，我等與眾生皆共成佛道。